喺表格度咧，收到一位媽媽嘅查詢，佢就話咧，叫親佢個仔食飯咧都要三催四請嘅，下下呢啲嗌破喉嚨，有時咧都唔嗌都未必有用添。咁佢就問我有咩方法啦。我曾經有一個案主咧，有個類似嘅情況㗎喎。咁佢仔仔咧10隻手指裏邊有一行係雀仔啦，一行係花啦，一行雀仔，一行花，一行雀仔咁樣。即係話咧，你想象下10隻手指咧，一半係中意玩樂娛樂大家嘅雀仔，另一半咧就係需要儀式感講 feel 嘅花嘅指紋喎。咁所以咧，媽媽嚟揾我嘅時候都好頭痛嘅。咁根據分析咧，我就會俾咗個咁樣嘅建議啦。就係咧，下次當佢又要嗌佢食飯嘅時候，不妨咧唔好嗌破喉嚨先，因為佢係雀仔嚟噶嘛，佢中意娛樂噶嘛。你可以試下，就係同佢玩比賽，就係咧，譬如佢喺間房度唔肯出嚟，可能喺房度打緊機啊，或者喺間房度做緊其他嘢，唔肯出嚟食飯喎，你就同佢講，我哋咧而家一齊鬥快跑出去飯廳，邊個快咧就贏。其實咧有冇獎品都唔緊要嘅，但係咧有一種咧係玩樂式嘅去跑去飯台，其實咁樣咧係仲有效過咧你三催四請嘅喎。同埋因為呢個仔仔咧亦都有花係點㗎？係講 feel 講儀式感嘅喎。你仲要係嗌破喉嚨咩？花咧其實係你越嗌咧佢越抗拒，特別係如果個花嘅紋型喺語言區嘅話咧，佢個聆聽咧好敏鋭嘅，你太大聲佢會好唔舒服嘅。咁所以我都邀請呢位媽媽咧同佢玩嘅時候咧，個聲線都要留意喎，即係咧你係要係有一種溫柔嘅態度，但係又有趣味嘅，就提講鬥快跑去飯廳咁樣。咁當然啦，要係安全嘅狀況啦，即係你要 make sure 你個房間去到飯台之間冇一啲好危險嘅凳喺側邊，咁安全咧就可以啦。咁同媽媽講咗之後咧，佢之後都好多謝我喎，佢話係好有效喎，佢話即時咧係唔需要再三催四請。我哋每個人咧天生嘅指紋屬性咧都會唔同㗎喎，所以我哋千祈唔好用我哋自己天生嘅想法去諗我哋嘅仔女喎。希望我以上呢個真實嘅個案可以俾到啟發呢位問問題嘅媽媽啦，祝福各位。